环境团体调查，讲连锁卖场今年所卖出的蔬果用掉超过5亿个塑胶袋啊，用量是真惊人。2022年的年底，环保署甲2大卖场合作举办蔬果热卖，就是买蔬菜水果无用塑胶袋底，一寡果菜就直接放伫架仔顶，互民众来选买。但是采访团队却发现讲，有真侪民众也是惯势要摕塑胶袋来底蔬果。甚至遮个蔬果无塑胶的保护，嘛较会弄歹去，这嘛造成更较侪食物的浪费。蔬果热卖产销的过程，到底拄着啥物款的困难？来看采访团队的追踪报道。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材质，你一直重复使用它，那就是非环保的。所有的垃圾都是买来的，这些罐子并没有凭空送给你，那些都在你的售价里面。一个塑胶袋可以用的年数其实非常非常长，不是用一次就让它结束。在减速的这条路径，蔬果裸卖是很必要的第一步。你会感觉到你不是一个人，我们都是地球人。你有听过蔬果裸卖吗？这个我不太清楚嘞。这个我不知道，我没啥捌字。裸卖，裸卖，哪一个卖？我一般会买没包装的。没有，我都有塑胶袋。我支持环保啊，但我不环保了。好，谢谢你哦。OK。这几年全球减塑的风潮盛行，兼去大卖场内底五彩缤纷的彩色果子上品，都慢慢掀开一波环保革命。补货时间，工作人员无形处处一切，彩色果子新鲜上品。柑仔蜜、大肠啊、瓜果类包装提调优在里境，这是2020年年底全台湾2大连锁卖场配合环保署减塑政策，推出彩色果子无包装的专区。反正我们就会带环保袋出来嘛，就放在里面就好了啊。如果有需求，就算它没有塑胶袋，我还是会买啊。其实我们现在消费者也都蛮环保的哈，大概在将近90%都会自备购物袋。生鲜的这个塑胶袋呢，我们从5年前到现在，我们的量已经减少了大概50%左右，是有减到蛮多的一个用量。全台湾超过1000个门市，20个品项，塑胶包装会当省就省，袂当省的是高度减半。20号边含生态宽工系团队调查，全台湾超市卖场干那果子一年就用超过3亿1000万的塑胶袋啊，彩色用2亿8000外万，那全面减塑，当年上少会当省5.9亿的塑胶袋啊。最早是不做的原因，就是怕这个报废会增加。台湾的消费者还是会喜欢捏捏摸摸的嘛，摆比较久的话，还是比较容易损耗。剩食的问题，其实老实要讲，比环保的议题更大。不要说为了节省包材，结果多了更多的食物的报废，其实这是得不偿失的。为着惊拍算条，卖场放伫个架顶的方法改做少量坐摆，嘛派出工作人员2-3点钟定期喷水，避免无包装的彩色果子无水分总尾去。为了推动塑胶减量，现在民众来到大卖场，经常可以看到像是这样子的裸卖专区，不管是水果还是蔬菜，都是可以直接放在架上来进行贩售的，减少包装，也减少塑胶垃圾的产生。不过，民众在消费过程当中，真的可以减少塑胶的使用吗？采访的过程，记者实在翕到，就算民众买无包装的彩色果子，算嘛是同款使用卖场提供的塑胶袋啊，10分钟。有些消费者他会觉得是说，他不要跟其他的混在一起啊，譬如说他的袋子可能会脏掉啦，还是什么等等的。那在法令上还是允许提供的状况下，我们还是会提供消费者一个便利。其实我们一直在呼吁这些业者，在不管是有没有法令这个规范之下，其实他们都可以去积极的思考，投资在这种重复使用，或者是直接淘汰包装这样子一个新的一个消费模式。那这样子的话，也是减少一次性塑胶包装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镜头来到15公里外，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经理会工作人员等无用试试。
这里是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的北仓。那我们平常呢，在进行蔬果包装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说，我们怎么样让包材可以减少或者是重复利用？那现在我们工作人员在进行的是比较硬质地的这个蔬菜，我们可以利用网袋来做包装。前日马林市确定的菜市柜子落回收网啊，准备出货，包材重新利用，嘛是减少的方法。那可以看到这边，其实这边呢是我们透过社员一起来共同回收的网袋，像这个就很多张，这个就贴了2张。那我们也很谢谢我们全体社员的帮忙，我们8万个家庭里面，大家的这个网袋回收率可以到达60%。像洋葱的话，因为它本身它外膜还会脱落，所以你要完全裸包，其实有它的困难。我们就会用刚刚那样的网袋来进行这一个包装跟分级。2020年，主妇联盟卖超过1700吨的新鲜蔬果，敢若房地的回收就减少1000公斤以上的塑胶使用量，不过这也无够。去纸箱啊，上面去旁受伤的菜纸去，用当回收材料代替塑胶，家己制作环保包材。玻璃瓶的打包，我们会先拿一个从站所回收回来的网状泡棉，先把它套着，套完之后，我们再用一个这个蜂巢性的碎纸板，我们再把它捆起来。那我们再把它装到这个我们的宅配的箱子里面。啊，其他呢，如果还有空间，我们就会塞这一个碎纸，就把它卷起来，这样把它固定住，让这个纸箱不会有空间去做晃动这样。销售重点可能避免使用塑胶，和环境较未受到影响。如果想要全面无包装，到底敢袂使？这里就是我们的蔬菜贩售区，好，所以大家看一下，像这是今天进来的蔬菜，有这么多水分，这么新鲜，然后生气勃勃。可是当它如果放了2、3天之后，万一没有这个薄薄的塑胶袋的时候，它的吃水分会更严重。这个部分大家看一下，它就已经开始有黄的叶子产生了。一工前上架印菜佮包塑胶袋啊，希望因为关粉换去变质，啊边的酸样情形更加严重。类似像我们的水果啊，因为如果气候跟那个我们的湿度没有保存好的时候，它就会加快它的熟化，然后你看它就会开始长黑斑。塑胶袋可以延长它的保存时间，减少损耗。那因为过多的损耗呢，也会造成农民生计的困难，所以塑胶袋是蛮必要的。想要尽力减少塑胶，业者煞面对难题。全年推动卖菜色果子无包装了后，外送量增加1%。加入何时关闭一成友善土地行动，煞将做事务讨债，环境因素变全做选择。环保毕竟不是一个浪漫的事哈。我们可能根本性要去想的是，我们是要减少食物浪费，还是我们是为了裸而裸？我们省下的是包装的工时，还有包装的包材。每一个裸的承诺，宁愿是希望它那个裸的数字是很真实的，而不是我们裸了，我们可能把耗损转嫁给第一线的农友。蔬果无包装对产销管制带来的一个变化和挑战，但继续调查关头。这个是给那个我们的前年的。那前年的它这个胡瓜是裸麦的胡瓜，那这个胡瓜呢，它裸麦以后，我们这边一定要把它筛选，就是一个是重量，一个是品质。所以筛选完以后还要弄个套子，怕碰到，要保护它，要不然让你去碰伤了，当卖长卖相也不好看。所以呢，这必须要这么做，嘿。这间在云林成立超过30年的果菜生产合作社，早就在1989年就和外商卖场合作，推动蔬果全面无包装，到尾嘛是失败收场。做了一段时间呢，发觉到台湾这个气候啊，可能跟荷兰的气候不太一样，所以呢就开始选择性的裸卖，哦就不敢说全面性要裸卖。后来有很多这个量贩店啊也要开始裸卖，但是尤其在叶菜类啊。大部分都是无疾而终。经过真侪年的试验，合作社调整出货流程，无包装的菜色果子来到集会区，要先进行身体检查。
百度形状规格保护盒，或者是靠着上不适合的产品，会当直接伫咧菜色柜子表面打标签。即卖合作社配合无包装的农产品超过20项，这无包装的蔬果全部拢有共同特点。现在这个是在做这个南瓜哈，那因为南瓜是厚脸皮，厚脸皮呢它比较容易储存，所以它也会做最适合裸卖的一个产品。在卖场卖的话，脸皮厚的东西是损耗最少的。如果脸皮不厚，在卖场卖的话，那个损耗应该会大一点。这个可能就是在成本上啊，这个也是一个关键。闪刷另外一边，柑仔被称重，放伫咧塑胶碗盘，搁放塑胶膜、塑胶垃圾用环境成本需要全面承担。比较之下，无包装类卖，唔能够环保，介绍嘛较有市场竞争性。不过想要推动菜色柜子无包装，又要菜类相对困难。它这个是自动贴标、自动包装，哎。老板好。好，你好。在整理蔬菜，在挑菜。哎呀。还要怎么挑？就是把不好的挑出来，譬如说黄叶啊，还是说叶子有折到啊，还是说斑点，还是说有冻伤，就必须要把它挑干净。因为蔬菜本身它很润嘛，那你在裸卖的时候，如果人在那边搬动啦，这把它看来看去，它就会造成这个可能这个碰撞的一个受伤嘛。如果没有控制好的话，这个损耗比也会增加。为了菜色保持新鲜，包装厂的温度要严格管控。我想我们这个整个厂区的温度啊，都会控制在20到22、23的之间哈。那因为现在冷气刚开哈，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看看哈，它现在温度是几度哈？那这个现在是有22.4度、22.6度哈，所以等一下会更冷。这个蔬菜本身就是在某一个温度上去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质变啊、老化。这个我想这个温度是绝对决定蔬菜的寿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卖场想要和传统企业蔬果无包装成功的经验，无想要和果菜废弃，将做艰难的挑战。大概能裸卖早就裸卖了，裸卖是你要有人去整理东西。第二难题，你说要加强设备，当然也可以。问题是你的里面离不开里面的空调，你离不开里面的人，那这些都是回归到这是一个成本。如果国家立法一定要裸卖。那会将来这个不能裸卖的产品啊，会损耗非常严重。减塑胶行动，民间业者要加快脚步向前行，不过政府法规却无法度对着实行。依照有机农业促进法相关规范，通过有机认证含生效率的蔬果，必须挂包装保护，避免在咧运输电力含卖时受到污染。派调查来源，本地希望保护农民和消费者法规，所加做减少塑胶阻力。目前法规上可能还没有办法做调整哦，但是我们就是循这样子一个的减塑的方式哦，就是在包材的方面尽量去减少使用，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一事无可能就全部都用裸卖的方式来办。2020年，联合国启动全球塑胶公约谈判会期，目标2024年制定有法律约束力，管理塑胶生产、消费和现实处理跨国规范。台湾嘛发出2030年全面禁止用塑胶塑胶免生产区、塑胶饮料杯和塑胶塑管，随减少塑胶的期限慢慢挖近，人敢准备好些。推动蔬果裸卖最重要就是消费者要有环保的意识。好，那最重要就是他们能够自备购物袋。减塑其实是减少废弃物的一环，背后可能也牵动的是台湾的回收政策。这么多年下来，有没有再更进一步？99%的塑胶的原料都是来自于化石燃料，其实它也是间接的去加剧极端气候变迁这样子的一个主因。所以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呼吁政府跟企业应该要去从源头去制定最泛滥的一次性的塑胶包装的一个减量的目标，然后要导向重复使用。当推动环境因素，将做全球共识。
台湾嘛必须面前对着天，守护你个我依赖卫生的环境。减塑胶这门课，咱来继续拼细做。